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来过这个地方？难道以前有人住在这儿？这缸里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 原来是野山葡萄酒啊！这还有野山葡萄酒呢。我回来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大伙都快急死了。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爹，你就知道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师哥师姐们都已经通过考核。 可以出师了，真的？恭喜各位师哥师姐了。薛姐姐，那你到江湖可什么事儿都得分享妹妹一份，好吃的好喝的都得给我留着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跟着你师哥师姐们，还不是拖累他们？才不会呢！你也太小气了吧！师哥师姐才不会呢，他们会有福同享，有难独当的，是不是？大不了。 他们打劫，我站岗；他们吃肉，我喝汤嘛。就知道油嘴滑舌，懒得理你。马上跟我回去，过一个时辰，面壁思过。跪就跪。走了。你又去山上玩了？你不知道山上有野兽出没吗？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跟我爹似的？哎，不过我在山上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。你呀，就知道玩。什么好玩的地方？也不知道是谁在那个山洞里啊，放了一大缸葡萄酒。真的？不许再去了。徒儿参见各位师傅。你们听着。 出师之后，我要你们完成的第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寻找当年崇祯皇帝留下来的一个铜匣。这个铜匣关系到我们联盟的一个绝顶机密。本来这个机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但是现在是时候把它说出来了。你们一定要切记，每个人都要守口如瓶。徒儿明白。徒儿明白。当年崇祯皇帝自尽前几年。 他就预感到大事不妙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他把皇宫中还有国库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都集中起来，命心腹之人藏在一个隐秘的地点，并制造了一张藏宝图。藏宝图？那我们找到了，是不是就发财啦？除了这些用以光复大明的财宝，崇祯皇帝。 还秘密筹建了3个基地，这第1个基地现在在台湾，由延平王郑经领导；2号基地就是咱们的明珠谷，由我和谷主陈胜男来领导。这第3个基地更隐秘，连我都不知晓。崇祯皇帝把这3个基地的资料，还有派遣到全国各地潜伏的大明义士名单，制作了一本小册子。晋王，那现在这个铜匣在何处啊？ 清军入关以后，这个铜匣很可能落到清军手中。不过，他们不知道铜匣的秘密。当年崇祯皇帝集结了大明王朝所有能工巧匠，为这个铜匣制造了3道机关。要想打开铜匣，必须有3把金钥匙同时插入，方能打开。如果金钥匙不齐全，想要强行打开铜匣，就会触动铜匣的机关，那么藏宝图和名册将会被损毁。 那这3把金钥匙，这3号金钥匙上面有翡翠饰物，是在台湾延平王郑经手中。这第2号金钥匙上有玛瑙饰物，本来是张献忠所得，后来落到了我的手上。这第1号金钥匙
尚有白玉事物，当年由永历帝亲藏。当年我父皇被吴三桂所弑，那1号金钥匙应该落在了吴三桂的手中，只是不知道是否交给了清廷。此番你们出谷，有2项重要任务：第一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铜匣和金钥匙；第二就是联系天下义士，挑起鳌拜跟康熙之间的矛盾，引发清廷内乱。请师傅们放心，徒儿一定尽最大努力，将2项任务一一完成。好，此番你们出谷行动，一切都听太子调遣。太子，你就不要再用真实身份朱慈轩，而是用化名李建清。大家也不要叫他太子，而称他为大师兄，明白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 2项任务都要先去京城，你们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去京城啊？太好了！从小到大我就知道京城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，带我去吧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平时不学无术，吊儿郎当的，武功暗器、奇门八卦、18般武艺，样样稀松，所以你继续留下来，跟你的师弟师妹们继续学习练功。这不公平！哎呀，爹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在谷里闷得快要烦死了。我跟猪哥哥、雪姐姐一起完成任务，行不行啊？是啊，大师傅，您就让一欢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啊，让一欢一起去吧。大师傅，就让小师妹跟我一起走吧。爹，太子，你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，那么一欢是留在谷中，还是跟你们出去一同执行任务，都由你来决定。猪哥哥，从小到大你最疼我，是不是？你肯定会同意我去的，是不是啊？欢妹，此番我们出谷要执行的2项任务都事关重大，我要对全局负责，更要对你的安危负责。所以啊，你就乖乖留在谷中，继续游山玩水，逍遥快活吧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爹及诸位师傅在上，一欢历来胸无大志，唯愿吃遍天下美食，穿遍天下美衣，还有找齐珍贵药材，配出冰肌血肤养颜膏，治好倩影姐姐的脸。还望诸位师长原谅一欢违禁出谷，待实现3大愿望之后，一欢再回谷，负荆请罪。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，还不是被我2、3下就搞定了？李一欢，你真是个天才！范先生，你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子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一欢已经出谷，让他们务必保护好一欢。既然晋王担心公主的安全，为何还要故意简化机关，放她出谷呢？唉，晋王，7年前，当时我逼不得已，就自作主张，就把公主跟你儿子给调包了。7年前，我亲手射杀的女儿，竟然是我大明朝最后一个公主。我李定国罪孽深重啊！不，公
公主尚在人间。当年你那一箭刚好射中皇后送给公主的玉佩上，所以公主毫发无伤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带着她隐居在明珠谷。现在远在台湾的太子，对我们大明的志士们来说，是极大的鼓舞。如果让他们知道，大明皇室只剩下一个公主，恐怕他们就没有复国的斗志了。如今世上，知道太子是你亲生儿子，奕欢才是大明最后一个公主的人，就只有你我二人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传信给延平王，让他把太子送回来。就说先帝留下遗诏，让太子跟我女儿奕欢定亲，这样他们所生的子女也算是大明皇室血脉，我们也算对得起先帝了。好，这安排甚好。奕欢是先帝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只可惜他生性懒惰，又贪图享乐。若一味保护，不让他历练，先帝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晋王真是用心良苦，但愿他此次京城之行能有所长进。看桃仁，好看，多好这个。哎，卖鸟嘞！哎，您看我这鸟。鸟儿应该自由的飞翔，不应该在笼子里。哎，您干嘛？对不起啊。师傅们都说清甜无道，民不聊生。可为什么京城又如此繁华呢？难道是师傅们久未出国，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变了吗？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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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。干嘛呢你？啊？对不起啊。不妨事。是，少爷。要把这些人押到哪儿去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菜市口了。菜市口，卖菜的地方。哼，菜市口你都不知道啊？菜市口是朝廷行刑的刑场。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啊？哎，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。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我说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信不信我？哎，这位小兄弟，不过随便说说，不妨事。是。小兄弟，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京城人吧？第一次来，来京探亲访友的，算是吧。主要我想看看紫禁城长什么样，再吃点京城的美食。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皇上长什么样就好了。要瞧紫禁城容易啊，
远远的看一眼也就是了。要是京城的特色美食，京城第一酒楼一定能帮你满意。但是皇上身居大内，可不是你想瞧就能瞧见的。瞧不见就算了呗，我也只是好奇而已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又没见过皇上，凭什么说皇上长得青面獠牙？还诅咒说皇上是什么暴君？你找死啊！本来就是，我虽然没看见过皇上，可他动不动就株连九族，连生下的婴儿都不放过，不是暴君是什么呀？你要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……可我听说，当今圣上年少，虽然早已亲政，可朝政依然把持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手中。你说的暴政，可不关康熙皇帝的事儿啊。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听不懂，但我只知道，皇上贵为天子，就要为老百姓负责，既已亲政，还让鳌拜为所欲为。我看啊，他不是暴君，那也是个昏君。你要再敢胡说，我立刻……说的对，任由朝政把持在他人手中，不是暴君，也是昏君。瞧他那把扇子很是名贵，我还是不要招惹这种人为妙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饿了，要不然先把你填饱了，再去找猪哥哥他们。这难道就是刚才那位富家少爷说的京城第一酒楼？那全京城最好吃的东西，肯定就在里面了。您慢走。哎呦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您请。客官。来，客官，您坐这儿。我要坐那儿。哎，我要看着京城最好的风景。就这样。客官，您一个人犯得着用那么大的桌子吗？要不咱换换？我一个人怎么了？我能吃4个人的量。去，给我拿菜单。哎。哇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原来是你啊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干嘛总盯着我看啊？我脸上长花了。客官。他桌子上的菜给我来一模一样的。客官，那桌还有客人没来，您点那么多，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哎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我让你去给我做，你就赶紧做。哎，等一下，再给我来一壶好酒，我要你们酒楼里最好的酒。好嘞。去吧。哎呀，京城的鸟啊，走你！我说这位大哥，干嘛一直瞪着我看啊？还瞪我是吧？行，今天你瞪我，那我就瞪你，看谁瞪得过谁。
输了吧？看你还敢动我！无赖！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先吃哪个？尝尝。来，不太够。啥？听说你们京城最好吃的是烤鸭，对吧？去，给我拿一只。客官，您点的这桌菜，足够4、5个壮汉吃了。烤鸭你吃得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怕我吃不起是不是？我有的是钱。去，给我挑一只肥的啊！客官，烤鸭。烤鸭。你看他的吃相啊！你这快吃相来，你们看，你看，笑什么呢？就笑你怎么了？长得跟个姑娘似的，吃起饭来跟头牛一样。我花你们家钱了，穿你们家衣服了，吃你们家饭了。看不出来，你不仅食量大，脾气也挺大的呀。今儿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改给你的臭毛病，不然以后可娶不着媳妇儿。想教训我，小爷请你们吃鸭肉。不。找死！哎，挡横是吧？哎，各位，来这京城第1酒楼都是寻开心的，兄台何必跟这位小兄弟过不去呢？你是谁呀？要你多管闲事儿？在下龙三，小二来了。怎么了，几位爷？这样，你给这位客官加几个好菜，再加1壶好酒，都记在我账上。在下替这位小兄弟向你赔个不是。哎，来，几位爷消消气儿，这边请。哼。小二，这些银子够不够？够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剩下的都赏你了。好，谢谢爷。果然是个富家公子啊！哼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别以为你替我道歉，我就会感激你。嚯！小兄弟，看你那么喜欢吃美食，这个呢，是我自家带过来的糕点，外面吃不到的，赏脸1品吧。这个真好吃，你们家厨子可真厉害。哎，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？啊，我让他出去办事了。可惜我吃的太多了，这也吃不下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你帮我把这些全都包上，我要带回去。好，那请先结下账。哦。不用找了。这不够啊！这可是整整1吊钱啊！
拿去。这还差得远呢。这回够了吧？只够个零头。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头？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菜也太贵了吧？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1年的利钱呢。这儿可是京城第一酒楼，可不是你们乡下的草棚子小饭馆。你看看，看看咱这桌布，看看，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，啊！我跟你说，除了皇宫敢用黄色，普天之下没人敢用黄色，唯独本店。为什么？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。啊，这样吧，这顿饭钱我来出了。哎，且慢。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，但是我也知道，无功不受禄。这样吧，我能不能先欠着，等我哥哥来了以后再付给你？可以啊，但是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压在本店。带着这块玉赶回客栈，晚上会有别的叔叔接你回明珠谷。义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义父要为刚刚被绞死的那几个人收尸。这件事情太危险，你不能跟着我。那些被绞死的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义父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收尸？你还小，你不明白。记住，这块玉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最后遗物，也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。你千万不能把它弄丢、弄脏。不行，这是我娘死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不能给你。那客官的意思就是要吃霸王餐了。小兄弟，这个京城第一酒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礼敬天下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，能露出个1、2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免了这顿餐费。对，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，可以露手绝技给大伙儿瞧瞧。那什么样的绝技啊？来，小兄弟啊，你看到这上面挂的字画了没有？只要你能题一首诗，写一首好字儿，或者是画一幅画，就够格了。不瞒兄台，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，我样样都会，但是可能比不上这上面的墨宝吧。若是小兄弟觉得自己文采稍逊的话，那会不会什么别的，比如某种乐器、舞蹈，或者武功杂艺？没错，乐器嘛，我会好多种，舞蹈、杂艺、18般武艺，我也都会那么一点点。但是绝技，恐怕还谈不上吧。原来客官所学杂而不精啊！你，哎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这位小兄弟啊，年纪轻轻的就什么都会，已经是很难得的奇才了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来露一手，看看是否合格。若是不够格的话，我来给你做担保，等你找到你哥哥再来结账不迟。好，就听龙少爷的，挑个您最拿手的，来一个给大伙瞧瞧。好，来一个，多谢兄台。他要干嘛呀？小兄弟，你这手上功夫虽说不上如何，但也算不错。好，原来小兄弟最擅长的是轻功啊！
我可以走了吧？当然可以，还请您留下高姓大名，下次再来本店提您名字可以打折。姓名就不必了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一顿饭，够我跟我兄弟姐妹过1年了。先撤了。